好冇學生香港求生記。作為一個 survivalist， 今日要同大家介紹一個我喺香港生存必備嘅物品。呢樣嘢我幾乎每2日都要食一次，可以話冇咗佢就唔得。佢就係講笑，係兩餸飯。今日就係同大家分享下兩餸飯嘅美好。呢排我中意食呢間北冰洋，我會食佢嘅椒鹽豬扒同埋薯仔牛柳粒。佢呢間嘅特點就係佢好撚大份，你見到佢會單獨攞個盒嚟裝餸。至於味道，我會話唔識欣賞兩餸飯嘅人不配評鑑食物。當你食一嚿豬扒，你食到嘅唔止係豬扒嘅味道，而係人類文明由饑荒年代一步步走到豐衣足食路上嘅甜酸苦辣。佢係一種更加高層次嘅味道，高層次到我可以攞佢換做嚿雞，你都知我講咩。因為食兩餸飯喚醒嘅係你生而為人嗰份對能量、對生存嘅原始渴望，呢種渴望先至係我哋中意食嘢嘅根本原因。再加上佢嘅薯仔係甜口，幾啱我口味，所以雖然好飽，但我每次都會食晒佢，以表我哋現代社會將食物呢個生存問題解決到唔再係一個問題嘅尊敬，同埋佢對我銀包嘅補救，真係生而為人，我很高興。